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3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3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3级考试。HSK 3级听力考试分4部分，共4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1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喂，请问张经理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现在开始第1到5题。1. 你一直看手表，有什么着急的事情吗？我9点前必须回到办公室，经理有事情找我。再见。1. 你一直看手表，有什么着急的事情吗？我9点前必须回到办公室，经理有事情找我。再见。2. 你想什么呢？要出去吗？明天同学结婚，我在想穿哪双鞋好呢2. 你想什么呢？要出去吗？明天同学结婚，我在想穿哪双鞋好呢3. 你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？是，我骑了4个月了，一共瘦了6斤。3. 你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？是，我骑了4个月了，一共瘦了6斤。4. 真的不需要吃药吗？不需要，回去多喝水，休息2天就好了。4. 真的不需要吃药吗？不需要，回去多喝水，休息2天就好了。5. 你看，上次出现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。好极了，只是你要注意身体。我记得你有1个多星期没去跑步了。5. 你看，上次出现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。好极了，只是你要注意身体。我记得你有1个多星期没去跑步了。现在开始第6到10题。6. 他总是哭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不哭吗？给他一块糖，或者和他做游戏。6. 他总是哭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不哭吗？给他一块糖，或者和他做游戏。7. 这个电子词典的作用大不大？很大。我做练习的时候，它很有帮助。7. 这个电子词典的作用大不大？很大。我做练习的时候，它很有帮助。
8、眼镜、帽子、地图、啤酒，一个也不能少。好了，准备得很认真，我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了。8、眼镜、帽子、地图、啤酒，一个也不能少。好了，准备得很认真，我相信你已经准备好了。9、我做饭，你洗盘子和碗，怎么样？那还是我做饭吧，我愿意做饭。9、我做饭，你洗盘子和碗，怎么样？那还是我做饭吧，我愿意做饭。10、告诉我，你想看什么节目？没什么好看的，我还是读我的书吧。10、告诉我，你想看什么节目？没什么好看的，我还是读我的书吧。第2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1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为了让自己更健康，他每天都花1个小时去锻炼身体。他希望自己很健康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5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5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今天我想早点回家，看了看手表，才5点。过了一会儿再看表，还是5点。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。那块手表不是他的。现在开始第11题。11、我以前以为北京话就是普通话，到北京2年后，我才发现不是这样的。北京话和普通话是相同的。11、我以前以为北京话就是普通话，到北京2年后，我才发现不是这样的。北京话和普通话是相同的。12、你明天到办公室找我，我在707。如果我不在，你就上8楼到803会议室找我，我可能在那儿开会。会议室在8层。12、你明天到办公室找我，我在707。如果我不在，你就上8楼到803会议室找我，我可能在那儿开会。会议室在8层。13、我已经从图书馆出来了，那几本书都还了。你们等我一会儿，我很快就到。他已经到了。
13、我已经从图书馆出来了，那几本书都还了。你们等我一会儿，我很快就到。他已经到了。14、这辆车现在能卖10万块钱吧？我2年前买的时候花了20多万。这是辆旧车。14、这辆车现在能卖10万块钱吧？我2年前买的时候花了20多万。这是辆旧车。15、有些人不喜欢吃蛋糕，是因为太甜了。有些人不喜欢吃蛋糕，是因为害怕长胖。但小孩子看见蛋糕是不会客气的，他们认为蛋糕越甜越好吃。小孩子爱吃蛋糕。15、有些人不喜欢吃蛋糕，是因为太甜了。有些人不喜欢吃蛋糕，是因为害怕长胖。但小孩子看见蛋糕是不会客气的，他们认为蛋糕越甜越好吃。小孩子爱吃蛋糕。16、我这次来北京只能住3天，所以我只能选择1、2个最有名的地方去看看，以后有机会再去别的地方。他在北京玩了很多地方。16、我这次来北京只能住3天，所以我只能选择1、2个最有名的地方去看看，以后有机会再去别的地方。他在北京玩了很多地方。17、每次坐火车前，周明都会去超市买一些东西，除了面包、水果，他还要买一些报纸。周明坐火车时喜欢看报纸。17、每次坐火车前，周明都会去超市买一些东西，除了面包、水果，他还要买一些报纸。周明坐火车时喜欢看报纸。18、他有很多爱好，唱歌、画画、踢足球、玩音乐，什么都会，而且水平也都特别高。他喜欢音乐，也喜欢运动。18、他有很多爱好，唱歌、画画、踢足球、玩音乐，什么都会，而且水平也都特别高。他喜欢音乐，也喜欢运动。19、他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电子邮件，然后才开始别的工作。他对自己的工作没兴趣。19、他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电子邮件，然后才开始别的工作。
他对自己的工作没兴趣。20，您先看看这种颜色的怎么样？这种手机很便宜，只要2000多块钱，它还可以照相，现在卖的很不错。他们在买空调。20，您先看看这种颜色的怎么样？这种手机很便宜，只要2000多块钱，它还可以照相，现在卖的很不错。他们在买空调。第3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小王，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没问题。您去超市了，买了这么多东西。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21题。21，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身体，现在好些了吗？没事，不用担心，就是感冒发烧，很快就会好的。男的怎么了？21，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身体，现在好些了吗？没事，不用担心，就是感冒发烧，很快就会好的。男的怎么了？22，服务员，我房间里的灯坏了。好的，先生，我马上让人来换一个。他们最可能在哪里？22，服务员，我房间里的灯坏了。好的，先生，我马上让人来换一个。他们最可能在哪里？23，真奇怪，动物园里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大家都在那边看新来的大熊猫呢。关于大熊猫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3，真奇怪，动物园里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大家都在那边看新来的大熊猫呢。关于大熊猫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4，又下雪了。今年下过几次雪了？已经下过2次了，这是第3次了。今年下了几次雪了？24，又下雪了。今年下过几次雪了？已经下过2次了，这是第3次了。今年下了几次雪了？25，我现在就在学校西门，但我没找到你说的书店。
你再向南走200米就能看到了，我就在书店门口等你。女的要去哪儿？25。我现在就在学校西门，但我没找到你说的书店。你再向南走200米就能看到了，我就在书店门口等你。女的要去哪儿？26。我看您对中国历史很了解，您是教历史的吗？不是，我是教数学的，但我对历史很有兴趣。女的是教什么的？26。我看您对中国历史很了解，您是教历史的吗？不是，我是教数学的，但我对历史很有兴趣。女的是教什么的？27。你喜欢踢足球吗？我很少踢足球，但是我喜欢看足球比赛。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27。你喜欢踢足球吗？我很少踢足球，但是我喜欢看足球比赛。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28。这个冰箱太旧了，我们买个新的吧。同意。去年我就跟你说，应该换一个新的了。女的希望怎么样？28。这个冰箱太旧了，我们买个新的吧。同意。去年我就跟你说，应该换一个新的了。女的希望怎么样？29。休息一下吧，我现在腿也疼，脚也疼。上来的时候，我怎么没觉得这么累？上山容易下山难，你不知道。他们做什么了？29。休息一下吧，我现在腿也疼，脚也疼。上来的时候，我怎么没觉得这么累？上山容易下山难，你不知道。他们做什么了？30。我明天早上的飞机，今天中午有时间见个面吗？好的，那我们还是老地方见。他们打算在哪儿见面？30。我明天早上的飞机，今天中午有时间见个面吗？好的，那我们还是老地方见。他们打算在哪儿见面第4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2次。例如，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
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3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31题。31，刚才天气多好啊，突然就刮起大风了。北方的秋天就是这样的。你是南方人，你们那儿这个季节怎么样？也刮风，但没有这么大。他们在说什么？31，刚才天气多好啊，突然就刮起大风了。北方的秋天就是这样的。你是南方人，你们那儿这个季节怎么样？也刮风，但没有这么大。他们在说什么？32，你准备了几双筷子？ 3双啊。在哪2双？你爷爷奶奶一会儿就过来，我们一起吃。好，妈，碗在哪儿呢？说话人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32，你准备了几双筷子？ 3双啊。在哪2双？你爷爷奶奶一会儿就过来，我们一起吃。好，妈，碗在哪儿呢？说话人最可能是什么关系？33，我帮您拿行李吧。好的，谢谢你。那个蓝色的是我的，哪个是您的？右边那个最大的，蓝色的，上面有我的名字。那个行李箱是什么样的？33，我帮您拿行李吧。好的，谢谢你。那个蓝色的是我的，哪个是您的？右边那个最大的，蓝色的，上面有我的名字。那个行李箱是什么样的？34，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？晴天，比今天冷。那没关系，我不怕冷。我明天要穿我的新裙子。你决定了？好，我看你明天敢不敢穿。明天天气怎么样？34，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？晴天，比今天冷。那没关系，我不怕冷。我明天要穿我的新裙子。你决定了？好，我看你明天敢不敢穿。明天天气怎么样？35，李老师，您有2个孩子？不，我只有一个女儿。那照片上的这个女孩是谁？那是我们邻居的女儿，我女儿的好朋友。那个女孩是谁的孩子？35，李老师，您有2个孩子？不，我只有一个女儿。那照片上的这个女孩是谁？
那是我们邻居的女儿，我女儿的好朋友。那个女孩是谁的孩子？36。现在天短了，天短了是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懂。就是说白天的时间短了，天黑的时间早了，明白了？我明白了，就是晚上的时间长了，白天的时间短了。天短了表示什么意思？36。现在天短了，天短了是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懂。就是说白天的时间短了，天黑的时间早了，明白了？我明白了，就是晚上的时间长了，白天的时间短了。天短了表示什么意思？37。小姐，请问表演什么时候开始？下午2点半。谢谢。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先看一下您的票。好，您向左走，坐电梯上2层。关于表演，下面哪个是对的？37。小姐，请问表演什么时候开始？下午2点半。谢谢。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先看一下您的票。好，您向左走，坐电梯上2层。关于表演，下面哪个是对的？38。听说你要去国外读书，是，下周5的飞机。那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学习更上一层楼。谢谢您。女的希望男的怎么样？38。听说你要去国外读书，是，下周5的飞机。那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学习更上一层楼。谢谢您。女的希望男的怎么样？39。我的护照在你包里吗？没有啊，只有我的。你的放哪儿了？奇怪，我记得给你了。你看看，在你自己的衬衫里呢。护照是在哪儿找到的？39。我的护照在你包里吗？没有啊，只有我的。你的放哪儿了？奇怪，我记得给你了。你看看，在你自己的衬衫里呢。护照是在哪儿找到的？40。你在忙什么呢？刚才打你的手机，你也不接。对不起，我刚洗了个澡，没听见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想问问你公司里的一些事情。你等一下，我去把电视的声音关小一些。男的刚才为什么没接电话？40。你在忙什么呢？刚才打你的手机，你也不接。对不起，我刚洗了个澡，没听见。有什么事吗？
我想问问你公司里的一些事情。你等一下，我去把电视的声音关小一些。男的刚才为什么没接电话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